賽嘅總決賽。第一戰到紅色旗嘅有沙田浸信會，第二戰藍色旗嘅第一係明泰維斯龍舟隊，第三黃色旗浸大富東，第四青色旗理大電龍，第五線橙色旗中銀香港龍舟隊，第六線紫色旗竹樹龍舟 A 隊，第七線綠色旗大舞台，同埋第八線粉紅色旗嘅大炮龍。賽事好快就會開始啦！好啦，賽事開始咗咯喎！呢一場300米賽事咧，睇嚟好快就知道結果㗎啦。暫時啦，已經有咧少嘅後邊係1號紅色旗嘅沙田浸信會咧上咗嚟喎。喺對岸啦，綠色旗嘅大舞台啦，紫色旗嘅建築署龍舟 A 隊咧都一路上出嚟㗎啦，橙色旗嘅中銀香港龍舟隊，大家嘅距離咧都好接近㗎。青色旗我哋有理大電龍，黃色旗浸大附中都一路上出嚟啊！好啦，2號藍色旗第一太平戴維斯龍舟隊啊，加油！好，暫時領先緊嘅，我哋見到咧又喺我哋對面嘅粉紅色旗大炮龍同埋橙色旗嘅中銀香港龍舟隊咧都稍為領先嘅。係啦，4號青色旗理大電龍以及沙田浸信會啊，大家都上緊嚟喎。大炮龍好似有啲優勢啦。大家競逐緊第2、3名嘅名次啦，係中銀香港龍舟隊一定沙田浸信會咧第2名。大炮龍準備報終點啦，第2我哋睇下咯喎，應該咧係沙田浸信會，然後係中銀香港龍舟隊，理大電龍都過咗啦，建築署龍舟 A 隊，大家陸續都過終點咯喎，大舞台。浸大附中同埋第一太平戴維斯龍舟隊，我哋俾啲掌聲恭喜咧呢啲嘅隊伍啦！好啦，而家咧就公佈係28場小六金杯賽總決賽結果啦，冠軍係